錶冷知識 Watch Here。 講到手錶嘅功能，好多人第一個諗起嘅會係用嚟睇時間咯。但係今日嘅主角百年靈會話俾你聽，錶係為精準計時而存在。1860年，創辦人里昂百年靈生於鐘錶業搖籃，瑞士與山谷。1884年，24歲嘅佢喺瑞士嘅聖伊米耶成立工房。1892年，佢將業務移至拉士德峰，將工作坊改造成錶廠，主打技術性嘅計時碼錶同腕錶。1905年，百年靈為 Vitessa 申請咗專利，呢款可以測速嘅懷錶正正就係車速錶嘅前身。1906年，仲俾瑞士警察用嚟開出首張超速罰單添。1914年，里昂個仔加斯頓接管公司。1915年，佢喺計時錶嘅2點鐘位置加上獨立計時嘅掣，專門用嚟控制開始、停止同歸零3個功能，同其他操作分開，有助避免出錯。1932年，年僅19歲嘅威利接管公司。1934年，威利喺4點鐘位置加入咗第2粒掣，專門用嚟將計時功能歸零，奠定咗今日我哋熟悉嘅計時錶。2個獨立按鈕位於2點同4點位置嘅初型。1936年，百年靈獲得英國空軍合約，開始為佢哋生產機艙儀表。到咗1952年 Navitimer 推出時，百年靈已經成為各大國際航空線機艙儀表板嘅主要供應商。同年，佢哋仲將總公司搬到日內瓦。1969年，百年靈同其他錶廠共同研發 Caliber 11機芯，同年推出搭載呢個機芯嘅 Chronometric 腕錶，成為最早嘅自動計時碼錶之一。1979年，百年靈將公司出售俾 Ernst Schneider， 同年 Willy Breitling 與世長辭，Breitling 家族經營寫下句號。Breitling 家族3代人令品牌已經變成計時嘅代名詞，代表住實用同創新兼具嘅專業精神，喺歷史上留下獨特嘅印記。大家仲想知道咩腕錶冷知識嗎？留言話俾我知啦！